今日饭店房间内面，正展出的是台湾第一代艺术家陈定波的画作，另外一件是后现代文化代表艺术家陈金峰的版画创作。现代等于可以说是白人的艺术，那后现代呢是全世界的艺术，不是以当代艺术为主轴。头届 ACA 台南艺术甲文物博览会内容多元丰富，除了提拔少年艺术家，有侪油画作品，还有书画、笔业、佛像等文物。另外，近举办古文物拍卖会，上贵的价值1200万。当代艺术表现的元素很多也是来自我们的文物，文物是先人留下来的一个艺术内涵。我们现在所谓的当代艺术，可能在50年、100年以后，也会即将成为文物。为着让更较侪人了解文物及艺术收藏，特别邀请专家来做演讲。同时，这场的亮点就是这名画师。那这个画师呢，他叫做艾默。那他就是学习莫内印象派的笔触。东海大学研发出2套 AI 画图系统，人只要对着镜头，就会当马上画出印象派风格的自画像，而且只要拍字讲出情景，在5分钟内面，也当画出一张图。我们想说来试试看说，如果未来呢会有这种 AI 画师出现，那大家的反应会是怎么样？对，大家是接受或是不接受这样。博览会嘛，跟科技公司合作推出 AI 导览员，只要拍开社群软体，把相片传起来，就会当来讲解一件作品，相当趣味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